集夜公喜會啼，壁頂畫牛會拖犁。自集夜公喜會啼，壁頂畫牛會拖犁。咦，一眼見等，係咩會話？楊勇，唔好講太快哦。我放咗暗號，是可以經過當場嘅時間練習呢。人講啊，自集夜公喜會啼，壁頂畫牛會拖犁。你一定要有真材實料，唔係講講太快，做得嚟哦。哦。一下艾莉再來講一遍。好。自集夜公喜會啼，壁頂畫牛會拖犁。